同款是阮英国人的模型选手林旭廷代表台湾参加巴黎奥运女子57公斤级的模型比赛，说是有性别争议。不过伊拢无伫咧插遮的话，继续伫遐车拼。林旭廷18岁时阵翕节目的影片，也互这网友吹出来，来看和选手迄当时无同款的林旭廷。拉高之后呢，我们要去对衣服。 留底头毛挂乌青的目镜，伊是林旭廷，今年18岁。林旭廷穿日本衫，了后伪装画目彩。10年前迄当阵，伊是真白惯势。今天就好很多层，就是感觉不习惯，就是看到别人化妆不会反感，就是可是就觉得用在我身上不太适合。 伫奥运的比赛场，伊是真出球模性具的选手，代表台湾参加巴黎奥运女子57公斤级模性具的比赛。不过，即马煞加入去性别的争议。18岁时阵，伊上节目的画面，即马嘛风吹出来，大家看到伊无共款的一面，引来网友嘛伫下底留话，甲伊鼓励，唔甘伊去互做恶。查到当客人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一下。 一步一步对老师安尼做，伫节目内底，林旭廷唔但是学日本泡茶的文化尔。 好，转移3，左边。林旭廷平常时啊惯势拍无兴趣，即马对老师学跳舞，动作看落是有淡薄仔生疏。一开始我对拳击算是从卡通，第一次比赛，然后第一次的全国赛，我竟然就拿第2名。因为他是一个很好强的选手，也很有主见。 林旭廷从高中1年差不多13岁的时阵，就开始练模性具，加入学校模性具的校队。伊咧出拳、闪开，这动作是拢真流利，嘛真点睛。不过，从头开始伫咧练模性具的时阵，因阿嬷是无啥有法度接受，因为伊唔甘因查某孙仔训练的时阵是真辛苦。有念嘛是惊阮孙去用拍，迄带迄嘛是足热的，啊嘛拍拳嘛足艰苦的啊，我就无啥爱学迄步就对啊。 伊拍拳我都无爱学啊。我甲你包哦。我爱，我就无拍拳啊包。你感受一下恁孙平常时的创作。甲阿嬷拍模性具，要互阿嬷放心，一步一步拍破外界刻板的印象。林旭廷要用模性具的实力来证明伊家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